那个靚仔很帥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問你是幾號啊？我不是技師。你平常都稍微在那邊吃水果嗎？對。你有女朋友嗎？沒有。啊？怎麼會？帶大家咧介紹呢間水壺喺羅湖區嘅，喺國貿站呢個 E 出口啦，跟住向左手邊呢個大嘅十字路口過馬路之後，見到呢個五星紅旗咧，再去左手邊一望，行前幾步咧，你見到招商銀行嘅招牌下面咧，就會見到舒賢水療噶啦。落到去呢個接待姐姐咧都好靚女啊，咁啊個裝修環境咧拍得住一啲5星級酒店嘅大堂噶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佢呢度設有男賓部、女賓部啦，隔離亦都有價錢牌，明碼實價噶。咁啊，價錢其實都唔貴。另外咧，大眾點評咧都有唔同嘅優惠。另外正裝咧就12小時就130蚊啫，仲有包2餐嘅自助餐添噶。我哋入去更衣室睇下，你見到個裝修咧都好新淨噶，因為呢度5月1號咧就正式開業啦，開業咧唔夠1個月噶。你見啲毛巾啊都好整齊啦，接得。另外我哋睇下淋浴間，全部淋浴間咧都有一個浴簾嘅，保持翻個私隱度。同埋呢度咧設有呢個嘅暖水嘅浴池啊，咁啊42度啦。咁隔離呢邊咧就有個寒冰池添啊，15度嘅啫。浸完暖水就再冰水啊，促進下血液循環啊嘛。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嘅桑拿室啦，呢個桑拿室嘅空間都唔細嘅喎。咁我哋出大堂睇睇啦。嗱，大堂咧亦都好大好大嘅，每個座位之間咧都好寬敞啦，亦都有一個獨立嘅電視啊，可以一路按摩一路煲劇。另外啊，如果嫌大廳私隱度唔夠高咧，都有獨立嘅房間㗎。嗱，呢一間咧就係中式嘅按摩房間啦。如果你一班朋友嚟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安排一個3人房間噶。房間大致上分2款啦，另一款咧就係呢一款榻榻米啦，做啲泰式拉伸咧會比較好啲噶，比較闊啲嘅張床，有單人房同埋雙人房。另外咧，原來水療壺裏面咧有2個 KTV 嘅房噶喎，咁啊可以同一班朋友喺度咧唱下歌、睇下波都得噶。另外大堂嘅水吧咧亦都有一個嘅姐姐可以幫你沖一啲嘅嘢飲啦。咁我沖咗一杯咧港式嘅檸檬茶，苦苦澀澀咁啦，好有香港特色嘅口味啊！有唔同嘅樽裝嘢飲，可樂、汽水啊、茶類啊都有。隔離個櫃咧就係擺咗啲唔同嘅水果啊。如果你想食水果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叫水吧嗰邊咧幫你切㗎。唔講咁多啦，入房咧做翻個中泰按摩先。咁啊，今次咧我就揀一個泰式按摩，做啲拉伸嘅動作啊，鬆下筋骨。我是69號技師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你做的是泰式按摩啊？那你是泰國人嗎？我不是泰國人。那你為什麼懂泰式按摩呢？因為我們要精通各國的按摩。非洲按摩你懂嗎？那不懂。你懂嗎？我懂一點點，要我幫你按摩一下好不好？那還是我幫你按吧。現在給你做一下大動作啊，放鬆啊。給你那個放鬆這樣啊！救命啊！拿住我的手。你好緊張啊！你怎麼比我還緊張？放鬆哦。你是很少做泰式嗎？哇，咁樣拉法真係搞唔掂啊，都係正正常常按摩算啦。唉，呢個技師咧，雖然睇佢人仔細細啊，都好夠力啊。咁啊，頭先同我拉伸嘅時候咧，我感覺到自己生命啊受到威脅添啊。不過咧，佢正正常常咁按咧又唔錯嘅喎，幾舒服。咁啊，除咗泰式之外咧，佢都識中式按摩嘅。咁佢係中泰部門嘅69號技師啦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揾佢按下噶，真係唔錯嘅。咁不過如果你唔想拉筋嘅話咧，記得同佢講聲啊。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咁啊，俾佢拉到咧，真係剩翻半條人命啊！好啦，咁啊按摩完之後咧，就差唔多11點鐘啦。佢哋咧宵夜時段咧有一個宵夜嘅自助餐噶。嗱，款式雖然唔係好多啊，咁啊6款菜啦。另外咧有湯同埋八寶粥。食物方面咧亦都有炒飯啊、饅頭啊、麵包啊。咁隔離仲有炒麵同埋一啲炒菜。另外咧仲有啲雞肉喎。咁啊呢個少少辣辣地啦，都幾惹味嘅。好啊，唔講咁多啊，拎翻埋位食啦。
咁啊，啱啱俾人拆完骨之後咧，特別零舍肚餓啊，特別要推介呢個嘅紫菜蛋花湯啊，清清地，夜晚食又唔會太 heavy。同埋如果你想食水果嘅話咧，記得叫水吧嘅職員同你切喎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食飽飯就瞓覺啦。下次仲有其他水壺咧，再拍片推介俾大家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